当年的清明节进前，拢会有真侪纸板碟千刷石北，昨开始就有真侪纸板碟飞过云林。今年受到3月初寒流影响，比以往较慢10天出现。伫咧今仔早起10点左右，有记录到上济是1分钟1000个过80只的纸板碟。高公局就进行国道3号拿来路段外口车道的封闭，要来保护纸板碟。纸板碟的协会嘛表示，若是天气保持稳定，有个愈接近清明，会有愈侪纸板碟飞过云林。一只纸板鸭在天顶飞。26号上午8点外，云林南来塔口段陆续出现大量的纸板鸭。公安局人员在边仔大面记录，等到9点外左右，每分钟超过250只，马上封闭国山南来段外侧车道。10点记录到上关量，每分钟有1080只。9点整的时候，数量有来到290只左右，那所以就启动一个封闭外侧车道的一个机制。那今年可能较慢飞。嘿啊，今年已经3月尾来啊，嘿，无大一年啊，拢3月初就飞啊了。纸板鸭协会表示，每年清明节前后，纸板鸭为南部往北迁移，但今年纸板鸭先遣部队受到3月初寒流影响，比往年慢10天。有25才陆续看到纸板鸭经过南来乡，临近学校嘛把握机会，马上带着学生来记录真难得画面。就是为了保护蝴蝶，对，保护蝴蝶，然后不要让蝴蝶被卷到车子的轮子下面。多的紫斑蝶都是从我们后面的山谷一直飞上来，然后小朋友看了都说紫蝶大迁徙哦。协会表示，为了保护纸板鸭，高公局今年嘛架设保护鸭的防护网，有1100公尺长、4公尺悬，会在每分钟250只时，封闭外侧车道。若近期天气稳定，如果这几天到清明节前后，阁有机会看到大量的纸板鸭过境云林。记者王有报道。